今日又去探索一下 Calgary 嘅特價早餐，今次就去到 Local88推薦嘅早餐店食早餐啦。佢嘅特價早餐只需要6.99，不過只限星期一至五朝頭早嘅7點到9點鐘。餐廳嘅格局有啲似香港嘅茶餐廳。除咗早餐優惠，佢嘅午餐都係13.99。叫嘢食之前先叫咗杯熱朱古力同埋咖啡，佢嘅飲料係另外收費，咖啡可以任添。早餐終於到啦，佢包括有4塊多士同埋薯角，可以揀腸仔、火腿或者煙肉，再加2隻雞蛋。佢嘅份量都好大碟，食完超飽啊！如果你係叫冇特價嘅，份量再大多1倍啊，根本食唔完。我哋另外亦都叫咗個 pancake， 價錢係11.99，佢嘅 pancake 都大過你塊面啊！想講食完呢個早餐之後，飽到唔使食午餐啊！最後埋單26蚊左右，佢都有幾間分店，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試一下。